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爱出头就算角。出头的意思是出风头，这会使讲是爱惹事，嘛会使讲是为着众人的利益来做一个带头的人。算角就是讲家己受到损害的意思，为着众人的利益，哪会有损害呢？因为你需要开精神甲时间来替众人出声服务，有当时还爱付出金钱，这拢算是一种损害。较侥幸的是有一寡人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啥物拗步拢做会出来，世界去甲人济，去制作话题，起事端。像这款人，伫咧得到声量的同时，伊嘛失去众人的尊重甲支持。所以讲，爱出头的人，就爱好好思考，安尼做敢有迄个价值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